嗨嗨嗨嗨，關人婷啊！今日想講下韓國光州女高中遇害事件。件事發生喺2026年5月5號嘅凌晨。韓國光州光山區月桂洞，深夜嘅街車輛都好少，人影都好少。17歲嘅高中男生金某同佢嘅朋友聚餐之後，佢喺行緊返屋企嘅途中，同一個朋友傾緊電話。突然間，佢聽到馬路嘅對面傳嚟咗一把女仔嘅尖叫聲，佢仲隱約見到一個人影喺度喐，佢仲即刻同電話嘅朋友講：咦，好似有人嘈交啊！我收線先。啲尖叫聲越嚟越大，仲夾雜住求救聲啊！完全唔似普通嘅衝突，因為已經咁夜，金某就意識到可能有人遇害，佢就決定行去睇下咩事。佢就同電話嘅朋友講：我轉頭打俾你啊，跟住就收咗線啦。佢準備衝過對面馬路，靠近嗰個人影，結果俾眼前嘅一幕嚇傻咗啊！佢見到一個男人手揸住一把刀，隔籬瞓低咗一個女仔，身受重傷。個女仔一直望住佢喺度大叫：快啲打119！金某壓抑住內心嘅恐懼，佢只有一個想法。我一定要幫呢個女仔，佢即刻攞咗個手機諗住打119。嗰個男人突然間撲向佢，用刀拮向金某嘅面部。喺嗰一瞬間，金某就本能舉起左手擋住，把刀直接拮咗入佢嘅手背度。然後嗰個男人就持續攻擊金某，金某嘅頸部2次被拮中，當時已經成身鮮血，意識到呢個男人要殺佢滅口。金某就爆發出強烈嘅求生本能，佢轉身出盡全力咁樣跑。個男人喺後面追咗一段路就放棄咗啦。金某逃跑嘅時候仲打俾佢朋友，話俾佢朋友聽自己俾刀拮中咗，快啲幫佢報警。朋友意識到情況嚴重，即刻打119報警。金某跑咗一段路，確認咗冇人再追過嚟，佢就匿咗喺一個社區嘅角落度，全身發震，佢打咗119電話報警。光山警方同急救員迅速趕到現場，揾到金某同埋瞓喺案發現場嘅女仔。可惜女仔因為失血過多同埋心臟驟停，救護員即刻同女仔急救，兩個都送咗去醫院。金某嘅左手手背幾乎被刺穿，佢嘅頸部仲連中咗2刀。好彩冇傷到大動脈。金某接受咗緊急縫合手術之後，脫離咗生命危險。可惜嘅係，個女仔喺急救中已經停止呼吸，最後都救唔返佢啊！死者叫做李彩媛，17歲，係讀光州尖丹高中嘅高2學生。佢父親收到消息，即刻趕到醫院，但係就見唔到女兒最後一面。佢見到女兒嘅身體受到嚴重嘅創傷，而且女兒隻眼一直都冇合上。父親流住眼淚，想用雙手將佢隻眼合埋。佢嘗試咗好多次都唔成功。呢啲係咪叫做死不瞑目啊？屋企人傷心欲絕。彩媛由細到大都好聰明，對父母好孝順㗎。夢想成為一個急救員、護理員或者護士。希望救人幫人，喺工作入邊實現自我嘅價值。事發當晚，佢啱啱去完補習出嚟，為咗慳車費，佢選擇咗行路返屋企。返緊屋企嘅途中，佢仲同啲兄弟姊妹話嚟緊一齊去玩密室逃脫。可惜嗰一次嘅通話就成為佢留喺世上最後嘅聲音。光山警察局迅速成立咗專案小組。案發現場周圍雖然有幾間學校同埋有啲建築工地，李彩媛遇害嗰條行人路深夜人流好少，亦都係監控嘅盲區。警方就開始調查周邊嘅監控，好快鎖定咗疑犯揸住白色嘅起亞汽車。通過汽車登記嘅信息，發現車主係叫做張允基，一個年輕人。好快已經揾到佢張相出嚟。家屬同親友表示都冇見過呢個人。
警方初步認定係隨機殺人事件，經過比對之後，認定張允基就係嗰個犯罪嫌疑人。因為案件入邊有一位金某嘅幸存者，張允基知道佢一定會報警，所以佢喺案發之後逃跑過程入邊展現出一啲反偵測嘅意識。事發之後，佢將車開到1公里外嘅一個公園停車場，之後將兇器掉咗去排水溝。落車之後開始走路轉移，為咗切斷警方定位追蹤，佢仲熄咗電話。但係佢又冇諗過逃離其他地區喎。喺凌晨2點20分左右，見到張允基嚟到一間24小時自助洗衣店。佢喺洗衣店除咗啲沾滿血跡嘅外套，放入去洗衣機進行清洗同烘乾。之後嗰1個半鐘頭，佢就瞓咗喺洗衣店嘅長椅嗰度休息，仲順便將自己嘅電子煙充電。呢位嫌疑人果然好冷靜啊，就好似一個啱啱放工喺度洗衫嘅年輕人。等衣服烘乾之後，重新着上，之後就走咗出去洗衣店外面。接住喺岡山區坐咗3次嘅的士轉移，佢都係用現金俾錢，佢冇返到自己嘅住所。佢之後一直匿咗喺一個空置嘅單身公寓，之後經證實呢間公寓嘅住戶原來佢係識㗎，嗰個人啱啱搬走，佢知道門鎖密碼，所以入咗去。佢以為咁樣就可以轉移避開警方嘅追蹤。但其實警方一早已經掌握晒佢所有嘅信息。喺5月5號上晝嘅11點04分左右，案發咗已經11個鐘啦。張允基突然出現咗喺自己真實嘅住所。岡山區警署獲得逮捕令之後，一早已經喺周圍埋伏。當佢一出現之後，警員就迅速將佢制服。佢好似冇過多嘅反抗，束手就擒，就好似一早已經知俾人拉咁。佢以謀殺同謀殺未遂罪名緊急逮捕，警方即時調查佢孭住嘅袋，喺個袋度搜到一把長達40厘米嘅切肉刀啊，明顯係新買返嚟㗎。之後佢就帶咗去岡山警察處。張允基2002年11月出生，23歲，已經服過兵役，同埋好少同屋企人聯絡。佢長期都喺岡山區一個餐廳入邊兼職做服務員。事發前冇幾耐離職。除咗兼職時認識嘅同事，佢冇其他嘅朋友。佢做嘢嘅時候都好認真，冇犯過啲乜嘢錯誤，但係有明顯唔合群嘅性格，甚至有啲同事都唔知佢叫咩名。調查張允基冇精神病史，案發時亦都冇飲酒。佢面對審訊人員亦都好平靜。佢喺回答問題之前都會短暫思考一下。佢明確自己同嗰2個人係完全唔認識，亦都唔知佢哋係高中生，生活入邊亦都冇任何交集。佢話佢帶住以前嘅武器，一路喺案發附近徘徊，尋找自殺嘅地點。咁啱遇到自己返屋企嘅李彩媛，經過佢身邊就有強烈嘅殺意，所以就用隨身嘅武器向佢施襲。如果按照佢嘅說法，咁樣咪即係隨機殺人事件？但係佢喺作案之後，佢又冇呈現出佢有輕生或者認命嘅行為。警方仲喺佢住所入邊揾到一個矽膠娃娃同成人用品，個矽膠娃娃嘅零件仲散落一地，覺得張允基有扭曲性觀念。張允基喺之前嗰一份工作入邊，喺某一間餐廳做兼職服務員。佢喺嗰度認識咗一個女同事 A 某，係越南人，20幾歲。2個一齊做嘢對得耐，張允基對佢產生咗情感上嘅衝動。喺26年5月3號凌晨2點左右，張允基嚟到 A 嘅住所公寓嗰度直接敲門。呢個女仔竟然開咗門俾佢，張允基直接闖入，
對佢進行性侵，仲對佢拘禁同埋侵害持續超過10個鐘頭。個女仔為咗自救，一直都同佢交流，仲同佢講發誓一定唔會報警。直到中午，佢哋要去餐廳返工，張允基仲答應同佢一齊返去工作。一出咗門口之後，A 就準備向周圍嘅人求救，張允基就即刻逃走。當日嘅晏晝5點左右，嬲到震嘅張允基走咗入去一間鋪頭度，買咗對防滑運動手套同埋2把鋒利嘅刀。夜晚8點左右，阿 A 帶住行李啱啱準備出門口，佢見到張允基已經踎咗喺佢嘅公寓門前，佢好驚之下即刻報警。張允基見到有警員，所以即刻走佬，即時匿埋咗。警方打俾佢又唔接電話，所以 send 信息警告佢，勒令佢停止違反受害者意願嘅接觸行為。同時警員亦都護送咗阿 A 女仔離開咗光州。到咗慶尚北道七谷郡之後，女仔正式對張允基提出跟蹤騷擾同性侵犯嘅指控。張允基仲將自己嘅手機掉咗入河入邊，仲用自己部舊手機輸入咗一個問題：點樣去躲避警方嘅追蹤？就係呢個記錄證明佢存在主觀惡意嘅證據之一。明顯佢係唔甘心被逮捕，所以佢就開始走去極端。被捕之前，佢心中嘅怒氣好想發洩出嚟。既然佢揾唔到原本個目標，唯有尋求新嘅受害者嚟發洩佢嘅情緒。5月5號凌晨，佢自己揸住呢架起亞汽車，遊蕩到月桂洞南部大學附近嘅街道上，睇下有咩人可以落手。咁啱就見到17歲嘅李彩媛，獨自一個自己返屋企嘅路上，佢就走入咗張允基嘅視線入邊。佢開車經過李彩媛嘅身邊，然後掉頭返嚟，反覆觀察咗大約15分鐘左右，最後將車停咗喺李彩媛行嗰條路嘅前面。張允基推開車門，行去嗰個佢素未謀面嘅人，佢將佢心中所有嘅怨恨發洩咗喺呢個女仔身上，向佢頸部、背部致命嘅位連續吉落去。後嚟金某嘅出現打亂咗佢嘅節奏，最終喺未確認兩個係咪死亡之後急速逃跑。佢俾人拉咗之後，仲要話自己係想輕生準備尋死嘅人，梗係冇人會信啦。呢件案陸續俾媒體關注到，但係亦都有媒體喺事發嗰日發佈咗錯誤嘅報道。佢哋話李彩媛同行兇者張允基當日係喺度嘈交，亦都因為錯誤信息導致輿論導向，亦都出咗問題。比如話男仔金某同李彩媛係相識，但係見死不救，仲話將女仔獨自留喺現場係懦夫行為等等。但係經過警方公開信息，仲有經家屬核實，李彩媛同兇手係並唔相識，金某都唔識李彩媛，亦都唔係同一間學校。警方對事件嘅輿論好重視，喺網絡散播任何謠言係會逮捕同拘留處罰。事發之後，光州市教育廳除咗為受害人提供幫助之外，亦都為2個就讀學校制定心理諮詢同治療計劃，安撫學生同教職員嘅情緒，仲要求區內嘅學校勸誡學生唔好夜返同獨自外出，因為當時案件兇手作案動機可疑，令到民眾焦慮嘅情緒日益加劇。5月7號上晝8點20分，受害人李彩媛葬禮舉行，案發現場設立咗一個臨時悼念區。死者嘅同學親友都喺現場擺放咗鮮花同黃絲帶，好多為死者感到惋惜嘅民眾專登嚟悼念佢。第2日5月8號係韓國嘅父母節，但係李彩媛嘅父母肯定就冇可能喺悲痛中解脫。
佢哋喊嘅聲音充滿沙啞同埋絕望。李彩媛嘅媽媽話：真係唔敢想象個女當時有幾痛幾驚，幾想揾爸爸媽媽。金某嘅傷勢都穩定落嚟，喺父母嘅陪同下，佢前往悼念區。見到李彩媛嘅父母，金某都忍唔住向佢哋道歉，認為自己冇好好保護佢。彩媛嘅媽媽握住佢嘅手，話俾佢聽：你冇錯。多謝金某喺危急嘅時候陪伴佢嘅女，俾彩媛喺最後嘅一刻感到有希望。做父母嘅一定好傷心啊！張允基嘅身份信息被正式向社會公開。佢被捕嘅時候態度頑固，毫無悔意。佢喺轉移嘅過程入邊着住黑色衫，同以前嗰啲案件嘅兇手唔同。佢對住傳媒嘅鏡頭仲昂然挺胸，神情平靜，面對傳媒嘅問題，淨係冷淡咁樣講出一句對唔住。佢嘅冷淡引起公眾嘅強烈憤怒。지금 심정이 어떠십니까? 죄송합니다. 스토킹이어서 왜 찾아갔습니까? 범행 동기는 뭡니까? 반성하고 있나요? 뉘우치고 있나요? 할 말 있습니까? 증거인멸 왜 했습니까? 하고 싶은 얘기 없어요? 계획범죄 아닙니까? 죄송합니다. 張允基嘅相片曝光之後，網上輿論好多抽象嘅言論夾雜喺評論區，好多人將關注點放咗喺佢個樣度。有人話：點解生得咁靚仔要去殺人啊？呢啲言論喺網上面一路發酵，係會對受害人嘅家屬有第二次嘅傷害。喺5月31號。為咗令到大眾嘅關注點鎖定喺案件嘅本身，受害人家屬向韓國 MBC 嘅電視台公佈咗李彩媛嘅信息同照片。家屬希望大家記住呢一個女仔，本來應該係綻放青春、追逐夢想嘅年紀，但係就因為張允基呢一個惡魔而離世。家屬喺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，冇提到任何經濟賠償嘅要求，佢哋亦都唔想理解兇手嘅諗法，只係希望法律俾佢最嚴厲嘅懲罰。喺家長嚟講，張允基20幾歲，如果處罰過輕，出獄嘅時候先至30幾歲，咁樣返到嚟社會，亦都對好多女性構成威脅。呢件案件雖然唔係發生喺香港，但係大家都真係要好好睇住自己屋企嘅仔女。各位家長，小朋友如果夜返都要去接佢哋啊！韓國總統李在明喺會議度對呢件事作出表態，為咗避免類似嘅悲劇再發生，我哋必須針對青少年、女性、社會弱勢群體犯罪行為全面宣戰。我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大家想支持我嘅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share 俾朋友，同埋喺條片下面讚好啦，拜拜。